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咧分享呢個加拉太書嘅。咁就我哋繼續攞住地圖睇聖經啦。咁啊嗱，首先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耶穌主要足跡咧就喺加利利同埋耶路撒冷啊嘛。咁啊分別咧就喺呢個紅色框框啦，以色列嘅北部同埋以色列嘅南部啦嚇。咁啊耶穌說話係咪啊？即係咧佢臨尾復活咗之後咧就話翻俾佢聽，我哋要去加利利嗰邊啊，嗰度見我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咧，保羅咧佢嘅宣教足跡，佢就由即係耶路撒冷啦，跟住咧就去到呢個加拉太。咁加拉太就喺呢個路斯德啊、特皮啊、安提阿啊、以哥念嗰邊啦。咁咧就耶穌佢就講啦，佢話咧按自己嘅權柄所定嘅時候同日期咧，唔係你哋可以知道嘅，聖靈降臨身上咁啊，要喺耶路撒冷啊、猶大啊、撒瑪利亞，咁啊直到地極作我見證人。咁樣咧，其實我哋回望，無論係喺即係使徒行傳嘅嗰個年代啦，初代教會定係而家咧，呢件事情咧又真係發生緊喎，即係經過2000年之後喎，咁係咪真係好神奇咧？